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主持人阿曲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應該講一門東南嘅學問，按到做船翅。大家想到講船翅啊，其實攞杯當好買到，不過我自家做順咯，我用嘅做咯。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吼，佢唔單槍東杯做船翅，韓國都有新竹北埔也個素材，大家想到擂茶也個素材。記得有時候可以一個船翅嘅文化館，上來佢係用板來做呀手工的釀造船翅呢。細細嘅交流分享，分享張俊元，太高分享。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張俊元，我來自新竹縣北埔鄉。分享俊元哥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剛剛一開始有講到，你啲新竹北埔有隻素材，可以係一個船翅嘅文化館。哇！大家想到新竹北埔都會想到講有擂茶，唔講而當天片同大家冇共用，唔講而頭擺頭上嘅時節啦，都咩都愛種來讀書來做社從冇。係，我到國中畢業噶下是上台北去讀書，3年畢業以後去2年做兵，退伍以後又去台北上班。可是我到啲期間哈，我去切要只當唔是怪。部分是係台北嘅種係壓力哈氛圍，去到哪個地方像影短暫，嘅空氣地位係容易有一種焦油味。我以前都喺皮咧，嗰種係眉頭嗰度，對啲嗰隻氛圍感覺地位哈，我以前唔習慣，我是講我係咩？對啲地方大當橋，後面毅然而然到差唔多民國85年嗰下，我是講。冇我轉向下咧，因為我轉型，我就我好自然啊。啲動作就轉型嘅呢。係啊，我喺英國85年轉，因為特別到台北上班㗎，我想啊，而家熱天咧，我係咩做？老朋友同下到冷泉咧，前面冷泉水，你馬照上網啦嚇，按部就弄隻螢火，大家聊天，我仲哎呀熱到度當好啊，我仲。咩台北唔好，台北有咁多嘅美好，是講我唔習慣，所以我是到英國85年，我是轉新竹，個轉新竹以後每年其實做乜嘅事情，我轉新竹以後肯定有先上班，而有收入嘛。對啊，期間我有去做一個古蹟解說員，因為我本身係解說員，嚇我做古蹟解說，我就有收入。可是對做古蹟解說嘅期間，我發覺我有咁多客源。好，基本上親愛，我帶古蹟解說，家下讀係民國82年左右，家下開始要做擂茶咧，我轉咗喺實難啲度嚟嚇，家下開始做擂茶咧，開始我按到客源開發，我即刻開家擂茶館，我即刻沒有收入，好是到家下開始，即家開始是即家開間店嘛，係做擂茶。啊，係用擂茶冇繼續做。擂茶是講，你台灣有隻文化是哈，你做，看你傳承，我未做，變到大家做窮人啊。也係去到北埔蠻耐嘅都係擂茶。像特別做蛋撻咪，大家做蛋撻做最尾是強度嘅話是會開始有惡性競爭，安尼當唔好嘛，嚇，是講個擂茶我是講唔可以做回來，佢有擂茶可以冇門檻。大家冇只盤咧做係擂，你咪做一開擂茶店，我咪做一開擂茶，安冇門檻嘛，安種是冇幾種專業，冇係啊冇專業嘅感覺。我們開始講，我們有隻機會嚇，幫佢督導是講，做得去學釀造了隻學問。可是對啲學家行人係冇概念，我有隻阿 Q，佢係做酒嘅專家，我先去簽佢，先不了解都要做酒嘅知識到嘗試，我咪長去報名參加了隻嘅釀造班。我哋釀造班哈有隻特色是係，你老師有講過，叫佢定係上去學了哈，佢特別對你隻班哈2個月期間做釀造出來嘅過程，可是叫你先做件事情，攞酒做好來。我講為乜解？叫酒冇做好，你唔是上去做出。哇！所以所有做號稱做釀造出來人，佢本身要做酒嘅功夫，好，撈做酒嘅知識，所以變到我先到2個月期間都喺練習，都喺重複練習，都喺做酒，所以撈酒做好以後，你嘅酒做到唔好，
后背作为厨师，唔可能会成功。对，我一下先来同观众朋友整理一下，因为人家讲的多仔细。其实新重要嘅重点就係講，愛做船師，愛先撈酒做好，因為酒同船師係有關聯嘅。這樣子整理是對的吧？正確，正確嘅哈。剛剛就還是講一下哈，愛做廚藝前而先做酒，這係正確嘅觀念。可是你做水果酒，愛做2種酒。你做酒是講國語按照酒撈，對，客家會按照酒糟。好，我會做米酒嘅酒糟，撈水果酒嘅酒糟。2種。係酒糟做好以後，你哈，你下是2條路，不咪，撈你酒糟去起醋酸菌，撈醋酸菌餵養茁壯，再個撈醋酸菌加把水果酒，本水果酒變到水果醋，對，係咁樣。古時候也還有一片這個手板，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做船師同做酒商嘅一個關聯係乜嘢？對，其實做船師剛才有講到，要用到酒糟，就是用米做的酒糟。係錯嚇，因為你先講營養源嘅道理哈，像你要做醋酸菌，你要養菌，對，養菌是去吸收本營養元嘅。個醋酸菌的營養源是係這一個酒糟，米酒的酒糟，是係酒糟，所以你用酒糟去養醋酸菌，不然茁壯起來，茁壯起來以後，然後還有一條路線是做水果嘅酒。對，假使講我也還有這個檸檬酒，好了。檸檬酒做好以後，撈茁壯嘅醋酸菌加把檸檬酒，6個月以後，本機變到醋，在水果醋是變到檸檬醋。原來係按呢，好，算是把他們之間的角色關係釐清了一下。冇因為呢啲複雜。對。因為係兩點嘅客人啊，睇幾會花點時間撈去解釋。對，其實有一些的難。對，但是像你剛剛講嘅一開始的酒糟，做酒糟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做酒糟哈，其實是講你要先了解哈，比方講，你今日做酒，你做酒要了解嘅原料，好，像了解嘅原料嘅法是講，像喺做米嘅酒糟，你做米開始鹹，哈，水要注意，哈，所以米嘅法，因為我想你做白布嘅開點樣做生意，我是用白布香嘅米。哦，就七甲木卡。我是用白布香嚟米，你該當到小農嘛，我用嘅米，對，那嘅米，你做酒糟嗰時，米那係浸，浸好以後，那係吹好以後，就會撈去放啊盆子裡面，放該用嚟酵母攪拌，本去發酵，本去準備攪拌哈，倒啊該桶子裡面本去發酵。發酵經過1個月，有酒糟時係做到安樣，是做得嚟。你剛剛講做酒咪可以用到酵母，這個酵母愛啲哪一片來呢？啊，酵母嘅部分哈，酵母你本身嚟講冇辦法拿到，因為你空氣菌當到細菌，有益生菌，有壞菌，我們很難拿到純粹好的菌。所以變到有兩條方向，一條方向是像呢個實驗室，像你信州有家食品研究所，你只做撈啲賣菌種，菌種賣轉來，你就有本事養菌，好，像喺你嘅養菌嘅法哈是拿咗以後，原班人撈去養，像喺比方講你拿到醋酸菌，醋酸菌原班人燒，醋酸菌係用酒撈去燒。哦，因為它有它的營養，嗰個營養就係酒糟，用酒糟來吸醋酸菌。但是醋酸菌佢躺起來就像一個生命供用。係啊。佢吸到牙不卡。係啊，佢醋酸菌哈，你都不卡吸嘅時間哈，是有咩嘢？你係簽一隻好嘅地方，特別我老師拿醋酸菌本來講哈，佢當係講啲話講，定要卡簽一隻好嘅地方，哈，轉啲。到麻煩呀，撈了地方先手牆來，75度酒精酵母滅菌，環境滅菌。這麼麻煩？哦，錯，總得有雜菌，不必撈嘢醋酸菌變到解位。好，經過差唔多1個禮拜左右，看過有埋發霉狀況麼？還有雜菌感染，就用酒精滅菌，滅菌好以後也係冇問題，就個你開始做酒撈。做酒嘛哈，慢慢一點一點變落去，不如慢慢對10cc 變到20cc，
茁壮以后20cc 再个加变30cc，慢慢培养起来。所以我醋酸菌係培養了10年，僅10年。10年，按久嘅時間，竟然7年發現也不看那隻蔬菜輕適合拿來學這個醋酸菌。冇辦法，你外邊度哈。已經講係一個雞蛋冇變幾廿籃嘛，所以我變30隻地方，嚇，因為可能雜菌嘅關係嚇，可能你可能做下有一包啊，錯，可能空氣流通嘅關係啊，所以我變到最尾嚇，到而家我點咗係而家角落嘅地方嚇冇問題，其他嘅部分做唔得，會有雜菌感染，可能係空氣流通帶來雜菌，所以我到而家好冇空氣流通嘅地方。哈，都嗰陣學，本機係雜菌力減少，啊，雜菌減少以後是那個醋酸菌慢慢學起來。對，故說你學嘅嗰條醋酸菌就是所謂的母醋了嘛，對不對？我們有分這個母醋跟子，它叫子醋嗎？母缸跟子缸。你係我自家做嘅，因為喺你嘅以外哈，雞蛋冇學一爛嘛，我一下開始做嘅時候，我菌哈，雖然學成功咧。比如講，我就喺角落，成功了，係母醋成功咧，我落去搬咗4個缸，4個缸搬開來以後，要冇哈，是講我開始去，因為咋，我這樣講係講一個缸快些，我還有3個缸，哈，所以變到應用，好，大家之間都係成功嘅，冇問題，好，該到尾來哈，還是先4個缸底部先1個缸冇聽痛表人家哈。經年累月10年來，是他們每6個月起一次九週，因為九週係一營養源嘛，嚇，所以10年來佢也 set 當 trim。但係講10年來佢全部就冇變化，全部就冇變少。錯。對。該子缸就冇用樣，子缸係專門拿來結菌。啊，我做酸吃呀。我做回水果酒是那，你假設講，我做回水果酒，我拿1000cc 去結菌。那只有1000cc，所以換去1000cc 嘅酒撈，所以佢有恢復原來嘅狀態。但是它稀釋的比較頻繁，錯，定來定淡，所以變到那係結菌有餵它喝酒，所以10年來一起變動，所以佢嘅色會變得好淡，佢嘅味道也唔會講好醇厚，因為佢一起變動嘛。雖然10年來係咁，所以我就佢定名為子缸。漢家是母缸子，10年來冇停通。哇，古早太家啲吼，做日酸吃真係係動態嘅一門學問。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來同大家分享哦。好。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分享這個釀造醋吼，自家來做酸吃，按樣嘅來做出好品質嘅酸吃。加下專業個又同大家來分享規個製作過程，大概的製作過程，又同大家分享，對，又同大家來分享。唔過接下來啊，阿權妹就會來吃些所謂的母醋，也係很珍貴，幾乎做得講冇，然後給拿出來，沒有減少的，10年。來，它啲冇聽痛。對，冇聽痛嘅酸吃，對不對？酸吃，但係原汁啊，係慢慢原汁好。佢嘅味道哈，因為佢10年來用嗰種係冷泉米嘅酒撈去燒嘅，所以佢係啲皮血會有個紹興酒嘅香味。有真的有紹興酒的味道。會酸不會嗆。哦。好，有個紹興酒嘅香氣。一般。對於酸吃嘅感覺，就係可能吞落去後面會有少少嘅辣嘅感覺。因為係合成醋就會有那種嘅口感。那我們來喝喝看釀造醋的味道。原汁慢慢喝。我係咧凍薑酸給你，但是我一下喝下去，我的表情都沒有變。所以他表示他一點都唔會懂有那種很刺激的酸味，係啊，裡面唔會有那種後連辣辣嘅感覺，它就是酸酸的，酸酸的，香香的，然後沒有甜味，冇甜味，我以為會有甜味。唔係，你係10年漢家話是子缸話是，因為10年來有因變動，所以個口感上會好差啲的，啊，所以。
爱母缸有2种。所以像这个完全生年都没停通嘞，就是如果有装一点出来，就会建议大家直接拿来喝。平饮哈。平饮用来设假的米稀啊，子缸就是做的七嘎豆腐卡接菌。那接菌我没办法啦，没办法，浸泡醋，浸泡醋用。接菌很爱工作，还买问客人有的做浸泡醋。就做来泡果子呀。炒，原来迄安呢。故说加下有适度的这个母醋，母醋给米稀。不过其实呀，做酒含有冻的荷尔蒙爱强妹呀，我们的尊严狗。你刚刚讲的有这个水果酒，水果酒要接菌再变成水果醋，对不对？那比如说像是柠檬好了，有柠檬，你要先做出柠檬酒，我先做出柠檬酒。我要解释一件事情哈，酵母的营养源是汤，所以你让米脆熟以后变盘，给淀粉崩解，你变酵母本给发酵，水果切块本给地部的果糖走出来，变酵母落去本给都豆汤，这样会发酵，所以酵母菌酒曲它的营养源是汤，所以有汤，好，所以可是你一下就见他啉落爱柠檬醋，佢會講，睇下。柠檬感覺有甜，冇甜用做酒呢，那我該是應講啊。那糖度記得檢測。水果有你不能加知識抬價哈，水果有2種東西，一係果糖，一係果酸。柑橘類的檸檬不僅有果糖，係果酸強過果糖。好，所以你看像你該買荔枝來講，荔枝是果糖強過果酸，所以水果地本不僅有果糖到果酸，是講馬沙強馬沙藥，所以檸檬做到檸檬酒，這個讓佢變成檸檬醋，兩冇問題，係兩冇問題哈。故說你先前愛先做出檸檬酒，以後就來夾這個子缸的，係，本機經過6個月以後，因為做酒係1個月。不管係做米嘅酒，又係水果嘅酒，全部是一樣。你接醋酸菌以後，本期經過那個酒轉到醋酸6個月。這是一個化學公式。6個月，第一個中的時間好像有上過，雖然現在忘記了。用酒記得先製酒後轉醋。先製酒後轉醋。用酒按用用錯。唔過按用嘅發出係你做酒嘅時間，本期發酵一邊呢。做酸吃嘅時間，又愛再個本期發酵一邊。故說按用兩邊加起來，這個叫做2次發酵。2次發酵係錯。所以兩種嘅醋對你身體嘅健康上有幫助，係啊，莫去是該合成醋，合成醋對你冇幫助。對，因為按用食落去，真經完全後連都冇嗰種辣辣嘅感覺，這真的是我很少食到酸吃油的感覺。對，故說啲甜點嘅做酸吃嘅過程當中，還會產生一種東西。叫做菌膜，聽起來有一點可怕。懂就是你知道發酵，就是會有很多不知道長出什麼東西的感覺。我從話講哈，你做釀造哈有2家下場，成功哈是發酵，失敗是發霉。對，就像我做優酪乳也是一樣。好，從來頭你哈是講，所以我講你係撈你發酵有管道當好，管道當好嘅發酵是你創係關心佢。叶膜杂菌感染以後，哈，就會慢慢升華。好，所以你的醋酸菌都升華到最高頂端，佢開始慢慢表面會又產生一種纖維質。呀，還有看到呀樣片度紅，即係係拿一層豬皮啊，嘛嘅起來。嗰種係豬皮係，可是佢係口感淡薄哈，強因嗰種係豬肉，可是佢係酸嚟，係，按你做啲皮皮款嘅香味。試試看，佢嘅蒟蒻有種蜂蜜蒟蒻的味道哎。可是按用煙是好是會好酸，因為建議也是發是加啲的蜂蜜，不要酸呐，我呀。好好吃哦，有酸又有甜。係啊。哦，這個超好吃的。係啊，所以我建議從下你好好時講，你最讓出嘅菌膜哈，剁水以後拌嘅種係生菜沙拉。加掉嗰種係橄欖油，唔是，按用吃醬吃就很好吃了。它真的很像蒟蒻的口感啊，椰果係啊，因為呢個自然產生纖維質。哇，嗰種也係做酸吃嘅過程當中，去它產生出來嘅。錯，自然產生，所以你要撈啲骨頭好，佢嘅菌種
强化起来，叫做自然升华，所以开始产生的纤维质，本来会泡泡的啦，有热喷，差不多1-2公分加水钠走，因为在钠走，因为你也冇钠走，遇到醋酸菌密封起来，醋酸菌需要呼吸空气，爱空气，所以你冇钠走做唔得，所以我团时有钠走，所以它过程当复杂，你也冇了解，你国家醋酸菌用唔起来。对，好难哦。嗰时根本也很爱同大家来做解惑。上来刚刚我们讲的合成醋、浸泡醋，还有这个我们2次的酿造醋，2次发酵的酿造醋，还有分1次跟2次。上来有嘛该检查？我们先从合成醋开始讲好。合成醋一般来讲哈是你底下第从它刚也是姜丝大肠，姜丝大肠其实直接是用。醋精啦，有当然用醋精，真的冰醋酸嘛，哈，这种该炒不过是讲对人体哈唔好经常使用啦，偶尔是哈还是做得啦哈。合成醋跟合成醋嘅法，其实用冰醋酸，人工染料香精去调和变到像苹果醋，其实红色染料。苹果香精是变成苹果醋，不知道有可能 Noble 买到嘅苹果醋，有可能是这样子调出来的。我这是对啦，我讲，我做唔到个买品牌是讲，我教你有帮你认识酿造醋，我自己去分辨啦，哈，那是合成醋了哈。浸泡醋嘅话哈有2种，一种系像你的水果哈切块，水果切块以后，捞酿造醋倒落去浸泡，1年以后长得蟹。还有一种是。倒落去的美酿造醋倒了合成醋这样也是浸泡醋。系美浸泡醋，可是你下又半嘛，人家从你下东东已经会讲我1层水果1层糖，我们10個用合成醋去浸，你下會有家問題是，你釀造醋對你身體有像酸鹼之類有好處嘛可是你也講平常到湯可能會過酸，喊只問題是講有得有長輩。佢可能有血糖嘅關係，你平常到甜，佢使到身體會不舒服。所以我想話講，你要做浸泡醋，冇想講，你冇平糖，冇是你僅僅係平啲的時候，其實唔是平啦，你撈佢泡好以後，你唔講下，僅僅你係平糖，你難會自家落啲嘅湯，該管啲咪唔冇平糖啦。3用的啦哈，对，这是浸泡醋，然后酿造醋有分1边同2边呢。人家是变到2次发酵，先讲2次发酵。2次发酵的话，你要做酒的本事，你也冇做酒的本事哈，你冇办法做出2次发酵酿造醋。你也有2種東西，我現在要講哈，我要做米酒的本事，因為你要做米酒酒烙，第2你要做水果酒酒烙，你2種酒烙做好以後，10個烙。水果酒酒烙去培养醋酸菌，醋酸菌再把水果酒水果酒变成水果醋，这样才会。那是2次发酵，先制酒后转醋，润机会安样，那是2次发酵。1次发酵嘅法是讲，你就讲好难去的，你唔晓做，可是你地的这种概念，你去卖葡萄酒，红酒啦，就做的。可是注意一件事情，我大家讲清楚哈。你卖红酒哈，佢酒精度14度，含做的，你拿醋酸菌接落去，有可能，我是講有可能就會變到紅酒醋，賣紅酒的接醋酸菌變成紅酒醋。可是你拿20度以上到40度的酒，倒落去醋酸菌會被起來所以做咩警察家？好，所以你也了解，所以我講你要學問當清，好是講。你要加以前，你要先了解佢嘅酒度、撈佢嘅酸度，有冇融合？你也唔了解冇落去，你講有咋唔會發酵嘅，因為你用40度嘅酒倒醋酸菌，醋酸菌未起來，係啊，所以了解咧係差。故說真嘅係一門動態嘅學問，等下很愛同大家來分享，身嚟釀造醋有乜嘅好處，先休息下，等下這個再來。
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手工做嘅酸吃。先嚟下手工做嘅酸吃，按到釀造醋吼。呀，釀造醋有乜嘅特色？今日講說農民啦，搶人嘅專家，總太高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釀造醋它的特色。釀造醋哈，還問大家一下觀念哈，因為先制酒後轉醋，所以提點，以水果的甜度轉成酒度，酒度轉成酸度，一個概念。越甜的水果做的醋越酸。好，等下講這個口感，這個口感哈，會酸不會刺嗆，會酸不會嗆音。甜點有水果酒的香氣，不管係現做的水果酒，也係用2-3年以後的水果酒，佢水果醋哈，用2-3年以後的水果醋，佢水果酒的香氣唔會改變。好。第三點是第一點係個會酸不會嗆。對。第二點是有水果酒的香氣。第三點是唔可能係甜埋，因為佢嘅甜度都該做酒家的狀態咧。哦。所以不可能是甜的。冇錯，哈，所以第四點是有人問門啊，你醋嘴不用去求。我講，你釀造人用洗嘅東西嚟做天然防腐劑。鹽糖酒醋，度數拿唔會壞吃，糖係50度，酒20度，酸5度，好，所以從鹽值20度，所以你嘅醋酸超過5度，所以佢就得永存。哦，永存哦。永存，你唔好開，佢唔會壞嘅。哦，佢開嘅以後呢？開以後，啱講啦哈，係紅酒哈，不管一瓶係500塊有5萬塊，開以後加雪睇因為有氧化。釀造醋唔怕，你開以後慢慢啉，好，佢。經過只要你係空氣中嘅雜菌唔好落去，唔好俾雜菌感染，佢唔會壞嘅。我變變相嘛？唔是變相，所以我講佢5度以後，佢就永存在常溫那邊。但是紅酒醋卻要把它趕快喝掉。咩？我紅酒啦。哦，紅酒哦，紅酒醋唔怕係啊。好，該漢家時講，佢啉起來哈，雖然係酸嚟，佢嘅本質係鹼水。係鹼水，對，是鹼性的。大家找個整理一下哈，會酸不會刺嗆，有果酒香，不會是甜的。好，5度以上可以永存，唔是表面香。果料基係鹼性水，對你調理身體有幫助，係呢係一個特色。你用人家特色係品飲，號稱係個水果醋改法哈，你是應該唔會賣到合成醋，係。安陽就都在現測到這個釀造醋就對了，就是會挑選到好的醋。唔該晒好了，阿權我就要來吃色看啊，先來吃色這個紅酒醋，紅酒醋含 TPA 加這個氣泡水。哦，跟啉啤會從香檳。哦，真的嗎？好期待。因為你要你先做兩片哈，好好喝哦。你先做兩片哈，摸那種係紅酒葡萄，找那紅酒醋，因為紅酒是用2種嘅葡萄做嘅，因為彰化20有5個酒莊，然後其中一個酒莊納改紅酒葡萄，佢外國引進嚟品種即加種，因為佢係紅酒酒莊，所以叫佢紅酒葡萄。對，然後佢納咗以後，先做紅酒，轉醋變成紅酒醋。哇，你呀，說起來真的是初中太講員工給他。唔會有一種懂甜嘅米絲，不過酸味後波有一些些的回甘，帶一點點甜甜的尾韻的感覺。係啊，你係用氣泡水，你見咩做得出嚟？會用香檳，所以用香檳來啉。係啊。真見懂好食。果料基係女生醋。哦，女生醋。補氣血，有幫助哈。原來安妮現在看起來比較漂亮嗎？喝完女生醋，那就要來聞看有男人醋。男人醋聽起來有點可怕。是安妮的大蒜醋。哦，會怕誒。蒜頭醋我全部用啲雲林，有一道係用虎尾啊。虎尾的。虎尾哈，虎尾蒜頭。這個很像炒青菜的味道。跟蒜頭跟米絲當蔥。佢有隻小小嘅故事哈，講俾大家做參考啦哈。因為我點咗特別有隻客人來哈，佢講佢賣俾人家同事啉。我講佢同事兩公婆結婚哈，1年多哈，冇消息嘅哈，是冇懷孕，冇咩講，試看。我講你咩藥嘅咧？你肯試看啊，跟男人醋對身體對男人有幫助啦哈。佢買去參加半家朋友學，結果1年以後，佢兩公婆來你北埔慈天宮哈，嘅戒酒啊，帶落去擺註生娘娘。
幾多人喺講呢件事點解唔啲？不過呢係特殊案例啦，唔係講係唔係講啲有扮演啦，佢是講佢屬於男人出擊對男生有。因為酸頭本身就對身體有很多好處。他如果用天然嘅方法做暗用嘅釀造酸刺嘅話，其實本身食起來對身體就會有一些好處的。所以嘅氣味大家係講很奇怪，很奇怪，不過食起來還勉強可以接受。啲皮到你冇可能嘴裡面看。喝起來也是哦，因為我也是加氣泡水稀釋。你點樣弄進？不過食起來感覺算是有一點點蒜頭汁的味道，不過唔會吃到太奇怪，沒有到想象中的那麼衝突。想象中覺得它鹹鹹的，可以。漢家時期呢，蒜頭醋只會挑生菜沙拉。哦，你只有蒜味生菜炒，因為又有蒜味，又有蒜頭嘅味道，就跟我們一般在做油醋醬嘛，對，生菜沙拉，蒜頭醋、橄欖油拌生菜沙拉，係啊，都講好食啦。哦，原來係咁嘅。醋體呀，男人醋、女人醋，加上嚟紅酒醋跟大蒜醋以外，還有一類動鐵片嘅糖講係鐵石咯，係乜嘅？係我哋有納豆。啊？納豆。納豆哈，納豆也是釀造的東西，也是發酵的東西。即係菇草桿菌發酵嘅哈，咁依點解説佢？那黃豆蒸熟以後，用納豆菌被發酵，就會欠細，嗰個氣味哈少冇。我同你講，我食到那杯嘅日本料理店，生納豆食到噴出來。好，我睇到未？你現在要我在節目上做這件事情？你試試看，我教你一張秘訣，因為等間哈要加好東西就會變啦。好，先來。先去原味，真的要吃哦。好，試試看。然後，總太哥，係唔係我先本太哥看一下這個釀豆它本身的那個發酵的菌絲？哦，這菌絲你比，你假設佢哋係10%，對，等間你攞營養元變落去以後，佢嘅菌絲會變20%。會變20%哦，有看到這個菌絲。原來菌絲哈，原來的菌絲。好，我準備好要等下，你正式啦，原味。然後食了。好，我要吃嘍。好勇敢啲。我等下他那個臉會很難看哦。唔怕，我睇到先未啊，用背出來。好，我食了。忙習慣啦，係。就有一些果果。係啱啱。又腐腐又黏黏又粗粗。好唔怕，吉吉，落嘅營養元蜂蜜變落去，蜂蜜係納豆菌嚟。納豆菌嚟，跟因為營養元，你變落以後嘅菌絲哈，營養係翻倍。真的假的？唔使很多，加很多很怕。好，我找先，你看啲菌絲。哦，有。等一下，我來起來。你看，有嗎？有啊。咁2排啊，機會產生含有多排菌絲，含有鹽。口感變好咧，你一下可能喺通下建議他做有乜嘢啊？做嘅因為三明治夾落去，好惡心啊！唔會啦，你這款內地啦。好，來看一下可不可以顛覆阿權妹對納豆的恐懼。我有吃比較多，很有誠意。菌絲變到鹽哦。等一下，好長哦。攞唔會睇。呢邊好哈。好太多了。冇咁樣哈，冇咁樣，所以有要統統嘅酸甜味，有蓋掉本來那個納豆有一些些的電影感嘅味道。炒，哦，這樣吃起來味道是好的，有一點點像焦糖的味道。有，因為你一下一般社會大眾現都會賣納豆係進口嘅嘛，佢可能對日本嗰邊做好到台灣以後經過一段時間哈，豆子會變到好淺色啊！可是我做嘅係永遠新鮮嘅啦，好，所以做好以後哈，係講觀眾朋友有啲人不習慣嘅味道，我建議佢用納豆菌解營養元是蜂蜜加落去，佢嘅菌絲飲起翻倍，因為老實講，你食納豆嘅話，愛食係嘅菌絲，好，菌絲對你身體有幫助。是要吃菌絲，是吃菌絲，好，那跟因為怎樣，你也冇豆子培養性，因為就是
高高的东西会求有点恶心，所以你巧应该黄豆什么求好啲的啦哈。所以讲用人不习惯，按用一起是纳豆改时节做加点蜂蜜，口感变好，菌丝变很好香，对你身体很有帮助。真然我讲总太狗系咧发酵达人，唔但像有纳豆、酸吃咩，糖讲有52种，好冇？有55种。哇，真见懂到，韩国有一个酸吃嘅文化馆，故说大家有闲的时间做得去新竹北埔去请总太狗了哦。好啊，欢迎大家来我教你有帮人写出，有帮人认识出。还有懂到发通到地度嘛，做得参加。还有个用来制作 DIY，像嗰啲嘅片係國中、國小、幼稚園、社會人士，請我嚟報名參加。我會讓你教你有幫你一起做，不過作為係浸泡出嚟教學啦，是講教你做得用正確觀念而去做好來。冇錯，故說今日神夢總太哥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咩神夢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嚟做運動哦。